各位網友大家好，喺開始之前，如果未訂閱嘅朋友，歡迎訂閱、留言、like 同埋 share， 最緊開埋個鐘仔，等個新片出可以馬上通知你。如果方便的話，麻煩頂到尾。有宏福苑嘅災民喺社交平台發文表示，當佢哋要搬離由善道會營運嘅大埔過渡性房屋善樓嗰陣時，被要求唔能夠帶走獲贈嘅家私電器。根據呢位網民發布嘅信息，善道會表示為每戶災民配備咗10寶。包括雪櫃、洗衣機、電視機、冷氣機、床、摺台、摺凳、空氣清新機、蚊網同埋窗簾，指有關嘅設備係由唔同嘅機構相互捐贈俾善樓嘅宏福苑住戶。信息提到，如果遷出啲10寶唔能夠帶走，將會留翻俾往後住喺呢個過渡性房屋嘅住戶。呢位災民就質疑點解唔能夠攞走由商家捐贈俾災民嘅家私電器？佢覺得俾人用災民掛牌攞咗好多資助，依家又好似當日火災咁，乜都冇咁走。而事件引起大批網民批評善道會嘅做法，認為相關嘅救助物資設備應該交翻俾災民，覺得成單嘢都好離譜。相信社會各界捐贈嘅物資都係想真真正正落地喺災民手上。而其後善道會作出回應，指目前等候名單上面尚有超過200名受影響嘅居民輪候入住大埔過渡性房屋善樓，又表示佢哋曾經同唔同嘅捐贈者討論，希望現有住戶遷出，而下一戶宏福苑居民遷入嗰陣時，已經有呢啲基本嘅生活配套，所以早期話俾居民知，如果要搬走嗰陣時唔能夠帶走有關嘅物資。佢哋表示，善樓原本只係配備熱水爐，房間內部分基本生活電器係由企業捐贈，部分係由會方申請基金購置。值得爭議嘅地方就係呢個過渡性房屋原本係乜都冇，得個熱水爐。但無可否認嘅就係大部分家私電器物資係宏福苑火災之後觸發企業嘅善心，係想幫助啲災民，並唔係想幫助善樓。而善道會用機構嘅名義主動去同捐贈者傾，商家已經認為呢啲係已出之物，就由得你嚟發辦。而會方亦都補充，衣物、枕頭同個別嘅小家電，例如風筒、暖風機呢啲其他物資，遷出嗰陣時仍然可以帶走，亦都表示希望社會各界可以繼續支持佢哋嘅安置工作。事件必然會引起爭議，亦都對善道會嘅公關形象帶嚟打擊。大家都應該知道，災民係有一戶一社工，基本上佢哋不論住喺邊度，都應該會有相關家電物資支援。如果善樓已經有晒呢啲家私電器，下一手災民搬入嗰陣時，豈不是又要放棄自己之前嗰啲家私電器？既唔能夠將相關嘅資源直接發放落去災民身上，更加構成浪費。而呢位災民亦都特別提到，善樓本身只係得個熱水爐，如果個單位係有晒家私電器唔可以搬，佢明白，但係事實佢係用災民嘅身份入住先至得到呢啲資源。佢亦都補充，呢個過渡性房屋係要收租，只係得150尺，唔夠住一家3口，咁咪就係逼佢哋搬咯。有人提議佢哋通報傳媒，佢話唔敢啦，一陣又俾人哋話災民有資助，仲要貪心。依家間屋冇咗，仲未供完，而且又要租樓。當初政府就大大聲免費住宿，但係依家只係補貼2年租金，唔夠就自己俾。而家慳得1蚊就1蚊，唔知2年之後使唔使窮到瞓街？另外講一講內房，高盛發表新一份研究報告，重新評估內地房地產風險對銀行業嘅影響。佢哋行中國房地產研究團隊下調2026至到2027內地樓價嘅預測，由跌4%改至跌大約15%。經重新評估之後，預料內銀體系將會產生23000億人民幣嘅按揭同埋房地產不良貸款，當中包括9000億嘅按揭不良貸款以及14000億嘅房地產不良貸款。估計內銀需要額外計提撥備5000億，預料會為盈利帶嚟風險。而佢哋做咗另一個情景壓力測試，假設房地產價格下挫30%，銀行體系將會出現資金短缺，而喺呢個情況之下，可能會產生14000億嘅按揭不良貸款，以及26000億嘅房地產不良貸款，令到銀行體系將會喺2027年底累計出現2410億嘅資金短缺。而由於中國樓市嘅持續下行，官方對房地產相關輿論管控力度明顯升級。北京市住房和城鄉建設委員會近日聯合多個部門，
對多間主要嘅互聯網平台進行聯合約談，聲稱部分內容唱衰樓市，製造市場恐慌，強調對擾亂房地產市場秩序嘅互聯網亂象保持零容忍高壓態勢。根據北京住建委嘅通報，佢哋聯同市委網信辦、市公安等部門對抖音、小紅書、貝殼、58同城閒魚、鏈家、我愛我家、麥田等互聯網平台進行聯合約談。佢哋指出，部分自媒體帳號存在網絡上發布同唱衰北京嘅樓市，製造市場恐慌，散布不實資訊、虛假謊言、引流等違規信息問題，嚴重擾亂市場秩序。要求各平台立即展開全面自查，以及及時下架違規信息，處置違規帳號，並加快建立常態化行業內容內審機制。而截至今個月中，喺相關部門督導之下，58同城、抖音、小紅書、閒魚、貝殼呢啲網站平台已經累計自查清理違規違法不良資訊超過17000條。而同時仲有一批被定為放大市場波動、販賣焦慮、臆測政策、散播假內容博流量嘅違規房地產類帳號同埋直播間，已經有2300幾個被清理處置。而由昆明到上海去到北京，整套模式加速複製。喺面對中國房地產市場嘅深度下行，喺舊年嘅10月，昆明4個部門已率先將唱衰房地產市場納入12項重點整治內容。而喺上個月，上海網信辦先至聯合房管、公安部門啟動專項行動，對98個曾經發布樓價崩盤嘅帳戶實施禁言，清理咗900幾條違規嘅信息。有業內人士分析，當前中國樓市真實壓力並非輿論製造。11月北京二手樓價按月下跌咗1.3%，市場普遍認為北京、上海喺今年下半年嚟嘅跌幅擴大，出現明顯嘅補跌特徵，而且認為呢個狀況將會維持幾個月。而樓市嘅數據都表明，本身唔需要唱衰，因為就係咁衰。補充翻善導會嘅澄清出咗之後，俾全城插爆。事隔6個鐘頭再發文表示聽取意見，災民可以按需要帶走家電，佢哋會盡快補給，希望等下一輪入住嘅宏福苑街坊可以盡快有生活嘅配套。另外講翻今晚各大地產代理公佈週末10大屋苑嘅成交，中原就錄到7宗，按週下跌，零成交屋苑就有4個。佢哋表示受到聖誕同埋新年呢啲節日因素影響，有唔少買家喺下半個月開始暫緩入市，而且新盤攤薄咗二手嘅購買力，又適逢冬至，令到二手交投氣氛更見淡靜。而美聯就錄到8宗，同樣按週下跌，並且創下18個星期嘅新低。如果以15大屋苑計算，就錄到11宗，同樣係18週以嚟嘅新低。呢個星期似乎唔係太好，因為得7-8宗成交，係有價格下向嘅跡象。再嚟跟進埋呢兩個錄到嘅二手蝕讓個案，第一間就李景灣日升閣低層私室485尺，賣咗648萬，尺價大概13300。業主就喺2022年以858萬買入，次貨3年帳面蝕咗210萬，相等於24%。第二間係荃灣中心8座高層 B 室460尺3房，賣咗425萬，尺價大概9200。業主喺2018年以540萬買入，次貨7年帳面蝕咗115萬，相等於21%。跟住仲有沙田第一城26座低層 F 室447尺，賣咗548萬，尺價大概12200。業主喺2019年以726萬8千蚊買入，次貨6年帳面蝕咗178萬8，相等於25%。第四間係黃竹坑站上過洋海，一間高層589尺嘅兩房單位，賣咗1575萬，尺價大概26700。業主者2021年以2018萬7千蚊一手買入，次貨4年帳面蝕咗443萬7，相等於22%。今日就講到呢度，如果未訂閱嘅朋友，歡迎訂閱、留言、like 同埋 share。